飛返轉去邊旅行最分。嚟泰國玩真的很興奮，南部有情緒遊煞超到暈，直上泰北出名多食神，蒲夜市也到滯唔緣分。嚟泰國玩兼可親近神，神殿裏灌佛舊寫千字文，沙巴啲吸口空氣異人，娛樂夠在與象群熱吻。長夜裏要接受老 best 慰問，想知多啲不用貧，全部嘢官網旅遊局揾。其實亞洲啪啪都動人，留待你去發掘更多趣聞。係喎，講返首歌惡到咁，全為了加上泰靚口音。AirAsia 特別廣播，各位考生，考試時間已經結束，旅遊時間已經開始。多謝你選擇 AirAsia 亞洲航空，祝你同朋友家人有個愉快假期。